看後面一片哈，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，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，在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，搭建這個活動中心，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，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，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，這個花了5000多萬，啊，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，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，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。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，又用了這些錢哦，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。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，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，有大禮堂啊，也有廚房啊，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，來給大家來完善。是我們從108年開始，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，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，所以這中間呢，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，才等來這一座。那這當中呢，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，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，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，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，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，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，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，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，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。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。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，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，是為了就是要疏洪，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。所以在這邊呢，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。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，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，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，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，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，這樣子。掌握施政3分鐘，台南進步向前衝。3、2、1，請剪彩。來，將相公嘞，好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，一切平安。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，伊對於義里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，非常感謝咱議員吼，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。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，閣有迄個整修啦吼，新的部分29座，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，會當完成，閣差10座嘞吼。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誒規劃中啦吼，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，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，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。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，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，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，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，我那有。老百姓盡量咧，市民都盡量咧使用。大家好，我是楊淑懷，歡迎收看2月9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。今年舊曆春節將有9天的連續假期，加上有機回鄉甲旅遊人潮，台南市政府有估2月13到14達到交通高峰。除了提醒沿路人事先規劃行程，甲替代路線以外，嘛宣布公車優惠以及路邊停車暫停收費等利便措施，再次呼籲民眾善用大眾運輸。每一當過年期間，顧好交通就是市府上大的挑戰之一。今年高龍橋針對熱門景點、主要幹道的車流管控以及旅客運輸服務等，提前宣布交通動線規劃。市府強調，除了配合中央高承載甲匝道管控等措施，嘛將提供公車優惠、路邊停車暫停收費等便民做法。其中因應2月20開始。寶可夢活動的大批人潮，嘛規劃好接駁服務，配合中央的高承載管制，以及這個匝道一控管制。另外呢，在市區道路上，我們特別在春節期間停車，這個免費停車，路邊的停車是免費的，那可以讓民眾更方便。
那也可以讓外地回來的或者是說本地的民眾出遊能夠更方便。那另外呢，在大眾運輸系統方面，這個計程車會增加一點這個運費，那我們這個公車還是會再加班在春節期間疏運。另外，在一些景點的部分，我們也提供一些更多的停車位，讓很多來景點遊玩的民眾能夠更方便。只有今年特別選在和順轉運站來召開記者會，嘛是要爭取如果2026年職棒開幕，3月29將在亞太棒球訓練中心來登場。未來這將成為大型活動甲球賽重要轉運點，呼籲民眾多多利用大眾運輸，避免塞車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鹹水活燈港燈節、甲新營坡公節，加上龍徛光節、空山節，台南三大燈節攏已經開展，一路持續到元宵節。無發局預估參觀人數會通破100萬人次。觀光旅遊局這回嘛特別推出2026台南新春網站，整合台南市旅遊資訊，讓遊客找到符合需求的行程。用500支燈管結合機械裝置，打造出台灣水路全台上水山林燈節、龍徛光節、空山節，以山林好漢做設定主題，邀集國內外藝術家創作14組裝置作品，開展到達，吸引超過4萬人次參觀。台南市大家長黃偉體手提大型發光 USB 替活燈港燈節揭開序幕，主燈是天馬秀，呈現自由佮活潑的美年象徵，也佮用燈光展現放蜂仔炮的熱鬧場景，結合藝術、科技佮在地基地，以展望未來鹹水的光景做主題。三大燈區總共有60組作品，民眾的反應都非常的好。2月7號、8號2天，一共湧入了3萬多的人潮進來。那目前呢，預估今年月津港燈節的參與人數應該有機會破100萬。這個都是映照非常台南小鎮，而且台南古色古香的這個非常漂亮的景點的地方。2026新營坡公節嘛正式開展，以光之夢為設定主題，頭擺甲台灣原創 IP 合作，甲天鵝湖變成大型浸水式雕像，甲活燈港燈節互相呼應，帶動溪北地區觀光人潮。觀光旅遊局嘛特別推出台南行春網站，整合超過100項春節活動，包含展覽啊、表演啊、燈會啊、花海導覽，還有各種交通資訊跟寺廟的年節活動。那其實台南春節活動呢很多元之外，除了有千島博物館的埃及展已經開展了，還有我們 Pokemon Go Tour 的彩繪社團呢也在過年會來登場。台南的春遊相當精彩，提供清楚好查詢的旅遊指引，讓旅客攏會當真緊找到符合需求的行程安排，體驗城市魅力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舊曆春節就要來到，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佇舊曆大年初一到13推出跋杯活動，獎品是市價高60萬的汽車，另外還可會當跋杯求發財金，以及摕點燈收據會當跋杯跋金珠魚糕。農曆春節期間，永康凌霄寶殿武隆宮佇咧大年初一到15，每天供應8寶當歸米線。平安年，互信眾食平安，閣規劃了 PK 跋杯贏汽車活動，民眾只要購買一張200塊的票券，就會當參加。每一年的農曆正月初一到15啊，攏舉辦點光明燈、文昌燈、財神燈、太歲燈，啊個禮豆燈啊，以及過七彩平安橋的活動，尤其今年啊，咱舉辦幾啊檔來啊，攏有舉辦這個托克達的車今年啊信眾哪濟，所以咱廟方決定一張券200塊，就有夠資格能撥。農曆的初一到農曆的13下午3點半，凡是3杯就進入準決賽。4點的時間，
下午4點開始 PK。除了播發財經汽車以外，為大年初一開始，只要來點燈並收據，嘛會當參加播珍珠耳環的活動。有6副哦，價值12000塊的哦，是愛8杯才有哦。6副這個標價8800塊的7杯哦。迄個8副哦，6杯哦，迄標價6800哦。凡是有來咱廟方點燈的哦，點燈的，摕到點燈的收據，就會當人播當日播遐杯數哦，就會當人得到這珍珠耳墜。王大明進一步指出，農曆正月初9，玉皇上帝祝福大典是武崙宮年度上重要課儀之一。當天將會舉行盛大祝壽典禮，並向玉皇上帝祈求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。廟方熱情邀請全國信眾在咧春節期間蒞臨武崙宮參拜求平安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舊曆新年特別來到，為着讓多些家庭買當安心迎接佳節，感受團圓溫暖。立委陳廷輝、甲台南市議員陳怡丁、林冠維、甲一個民間愛心團體共同舉辦愛佇台南溫馨送暖愛心年菜捐贈活動，甲滿滿的關懷送禮給受日好家庭。愛在台南溫馨送暖愛心年菜活動。結合了墾黃金慈善愛心協會永康會、大灣循環會、平安實業、永泰小姐、甲慶陽商行等善心單位，7月上午佇北區中英路5段發送北區熱切給受日好年菜甲甜點，希望佇歲末寒冬時節，透過實際行動，讓弱勢家庭嘛當共享豐盛的年菜。剛想康黃金我們的會長、副會長，然後說真的，在每一個過年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發愛心，然後把年菜集中，把所有人的愛心，然後變成年菜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，尤其咱攏知影講，一個家庭的過年有當時啊，伊要吃一頓較好誒，伊攏會感覺講好像很多的為難，但是呢，我們集合所有的人的力量，讓這個過年他們會感覺不孤單。而且幫伊準備好的料理，而且那種感覺到這祝福的一個味道，所以我相信能夠讓他們小孩子吃得開心，然後長輩也能夠沒有擔憂，所以我相信這就是我們送年菜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。所以真的要感謝我們康黃金，我們所有的好朋友，會長我們的阿佑，副會長，還有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，大家一起的齊心協力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能夠過好年。陳廷輝表示，過年是家庭團圓、共享幸福的重要時刻，但對着部分經濟弱勢家庭來講，準備一道年菜確實真大負擔。伊也感謝所有投入的民間團體甲善心人士，用愛串聯資源，和關懷化為實際行動，陪伴各一個家庭迎接新年。今天總共發給了我們所有北區1、2、3款的低收入戶一份年菜，那希望讓大家在過年前能夠領到這個年菜，在年夜飯的時候能夠有一餐這個豐盛的年夜飯。那我想也再次感謝各界的愛心，那也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活動，也希望能夠有更多善心的投入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能夠感受溫暖。但已經林冠維即時指出，愛在台南不只是口號，而是透過一處處溫馨送暖行動，和城市更加溫暖，並強調未來將會持續關注弱勢族群的需求，和台南成為一座互相扶持、共享幸福的溫暖城市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旅遊景點、私房秘境攏底家，特色美食樂利哉，生活時事搶先報。中嘉新聞週報，深耕在地，放眼全國，掌握最新地方資訊。每週6下午1點，就在高雄都會台。
每到過年前，攏會發起寒冬送暖的台灣省會計師公會，今年再次甲立委林俊憲以及多位議員共同合作，捐贈白米予濟濟社福團體，甲有窮慘的社區，總共捐出1000包2公斤的白米，希望甲溫暖送到社會每一個角落，嘛希望帶動較濟團體加入公益行列。立委林俊憲甲助理協助將一箱一箱的白米搬上車頂，這是台灣省會計師公會對105年開始，攏會做公益回饋社會，特別以捐贈白米予社會福利團體行動。今年再次甲立委林俊憲以及這位議員合作，捐贈1000包2公斤的白米。是2公斤的米啦哈，2公斤的米1000包哦，1000包。那我們就特別請幾個愛心團體，還有里辦公就各里長有咧做公餐的幾個里，我們請里長，我們聯絡里辦公室大家這位來把我們會計師公會的愛心再散播出去。會計師公會也19年持續在每年新春農曆年前呢辦了那個寒冬送暖公益捐白米的活動，也有捐血的活動。所以我們持續除了寒冬送暖、公益捐白米、捐血，那就是希望可以把我們的那個資源可以有限的也回饋給社會。這個社會福利團體佇立委林俊憲服務處門口收證，同時嘛頒發感謝狀，感謝立委牽線以及會計師公會愛心。這位議員嘛高調見證，透過甲縣市政府、社會局以及民代合作，將白米送到真正需要人手中，並照顧到政府資源所照顧未到的所在。台南新聞阮志採訪報道。為着讓弱勢家庭在寒冬當中會當安心過好年，台南市議員郭信良甲登錄慈善愛心會發起愛心惠用贈米活動，結合儕愛心單位共同募集大批民生物資，在安平路4段發送給弱勢朋友，向因傳達上實在嘛上溫暖的年節關懷。寒冬送暖過好年，愛心惠用贈米活動，市議員郭信良24年前發起的公益行動，至今毋捌中斷過。參與贊助的單位嘛，一檔比一檔更踴躍。為了讓前來領取物資的民眾感受到回來到厝的溫暖，現場不僅安排歌唱表演，炒熱氣氛，還有義診義診服務。更大聲準備了燒滾滾的菜頭貢丸湯、圓仔湯，讓大家暖心也暖胃。我們登錄愛心會已經20幾年了，20幾年來，大家低收入呢，安南區回饋給所有的低收入，這位善心人士呢，捐獻的東西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。那這邊冇圓仔湯我檢查身體啦、加頭章啦、加春聯啦，音樂讓他們有回娘家的感覺。所以當年來到咱登錄愛心會沒有那種恐懼感，而且很溫馨的感覺。所以我們每年呢發放的成數呢都越來越多。那感謝前任理事長、現任理事長，大家所有善心人士共襄盛舉，希望幫這些低收入能夠度過一個非常好的新年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！這次贈米活動也串聯東家教紀念文化基金會、台南市登錄慈善愛心會、同亞店主、台灣省會計師公會、港湘南有搶、培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、台南市府城東興協會、好第一食品、肯尼斯有限公司等儕善心團體，共同募集超過300萬的民生物資，展現社會各界長期支持公益、回饋地方的行動力。今年贊助的單位有天寶生物科技、登機有限公司、肯尼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好第一食品有限公司、同亞電子、施恩農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高雄伊士丹家具詹總。按今年現場參加的單位有安南區衛生所醫護人員，有派義診車來佇現場，免費替大家義診，若有需要的人會當去遐做檢查。還有安南區沙崙社區志工的大哥大姐們，直接免費煮點心予大家享用。昨天氣做冷，因就來準備感謝因。還有薩克斯風團隊以及義診的帥哥美女直接
免費甲大家加他們。啊，閣有阮桂中吳老師率領着書法團隊佇現場寫春聯，老師也人會當去啊索取。啊，在此也感謝前議長郭信良以及幕後的團隊長期配合，提供場所發放物資。寒冬內底送出的不只是一份民生物資，更是一份當年累積的陪伴甲關懷。為24當前一路行到現在，郭信良甲民間團體攜手將愛傳落去，互着世家庭佇歲末年終之際，嘛當感受到社會滿滿的溫暖，善的力量也佇地方持續擴散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安南上清新春公益活動來到最後一站，市長黃偉綽嘛親自到現場，現場是充滿歡樂的年節氣氛。安南上清行動團隊連續5場的公益活動，佇歲末年前陸續展開，為第一站的新河順地區，到第2站的國安海鎮社區，第3站的中州寮保安宮，第4站的土城國小，到最後一站的鹽田社區，民眾參與踴躍。現場充滿年節熱烈氣氛，市長黃偉綽也特別到場，甲民眾同樂。後禮拜即馬就過年啦，吼，所以今日2月7號，2月7號，2月14號就放假了，好，然後接下來24號就是情人節，接下來16號就是除夕了，所以時間過就緊嘞。阿里家市長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一馬當先，馬年行大運。最後一場的新春公益活動，經加碼來到新順社區，甲新順中正會聯合舉辦公益活動，出力新展現超強社會力，結合社會愛心單位，和安南各地區的民眾，攏會當領到總統春聯甲福袋。年初的時候，連續舉辦多場的公益活動吼，因為咱安南區所在真寬，所以咱的每一個所在距離真遠，咱一定愛據點吼，一點一點安尼落去巡迴辦公益活動。那咱今日這場非常感謝咱新順長青會，咱的陳慧菊會長咱的在地，咱的所長吼黃俊龍所長攏站出來，來出錢出力來回饋地方，來發放弱勢物資，吼你先也來加發咱的總統的春聯甲福袋，要祝福咱的鄉親。除了照顧在地，咱嘛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帶來更快樂的新希望，大家感覺溫暖，然後大家感覺歡喜，做伙來迎接新的一年。真啊真歡喜來參加咱新順長青會這個寒冬送暖的活動，直接嘛感謝咱蔡立青議員的團隊，來這帶咱來鼎力相助，這個活動真有意義，會當關懷到咱這地方一寡弱勢，是一寡邊緣戶，凝聚咱這地方的向心力。在這過年也要到，祝福大家馬年行大運，新年快樂。蔡立青表示，從年以來開始打造公益平台，巡迴各村里，感謝所有善心人士以及愛心團體做因後盾，才會當持續不斷前進。今年歲末連續6場公益活動，真感謝所有善心人士、愛心機構的支持。未來也希望甲大家做伙攜手前進，繼續散發正能量，溫暖整個社會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議員林美燕發起愛心年菜年關活動，今年已經邁入第11檔，得到儕善心團體甲民眾響應，總共年關募集超過1000份干貝雞，希望幫助南區以及安平區單親離小甲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，互因佇咧29暝圍爐的時陣，攏會當品嘗到營養佮健康的年菜。由議員林美燕發起，配合台南市康黃金諸神愛心會、台南市婦女聯合會以及中華九子諸神會等儕諸神團體，甲啲善心的民眾，每年年關年菜來送予台南市南區、甲啲安平區的單親以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，希望因佇咧過年的圍爐時，嘛用會食到溫暖的愛心年菜。我想我們現場充滿的是一個溫馨的感覺，因為要過年了。那我們長期以來，當然已經第10年了哈。由我們就是康環金愛心會啊，包括我們台南市婦女聯合會啊，共同就是關心一些單親的家庭，包括
南區、安平區低收二款的一些就是這些朋友，包括一些邊緣戶啦。我想過年大家要的是團圓啊，團圓一定愛呀啦，愛團圓飯。所以在10年前我們康環境空格就是也發起了說要按哪關心這代關在單親家庭，包括我們這低收家庭，包括邊緣戶，跟別人同款，會當歡歡喜過一個好年。感謝我們這邊有善心的人，然後我們可以給我們社會一個有安定安心的一個感覺。那在此謝謝我們台南市婦女聯合會，還有我們康黃金，還有我們九子文化協會這麼有愛心，可以讓我們的社會的人有多一份溫暖的感覺。在這愛心團體領館，今年總共募集超過1000份的干貝機，市府社會局專門委員嘛特別到場，感謝善心團體幫忙。這2天台南非常的寒冷，然後在這個寒冬當中，我們非常感謝服務處，也很感謝一直支持我們的照顧弱勢民眾的那個康黃金的愛心協會，在每一年這個此時此刻呢，都可以為我們的市民帶來溫暖，然後幫助弱勢。那市府在這邊呢，我們也代表黃偉哲市長，還有社會局郭乃文局長來對服務處，還有對我們的愛心協會呢，深深的感謝，然後也希望這種溫暖的力量呢，而後呢都能夠再繼續下去。然後再一次代表市府呢，謝謝大家一起來公私協力照顧我們的民眾。1000份的愛心年菜，上午分別在義園南區國民路、甲着灣里的服務處，以及安平區台南市議會等3個據點來發送。義園希望透過干貝雞的年菜調理包，圍爐時只要加熱，添加一寡蔬菜。就會變成一道小火火的年菜料理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感謝你收看2月9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，我是楊淑懷，咱再會。流感、新冠拢有疫苗好做，哈。你还讲袂听？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，这我拢知啦，但是该做嘛爱做。给来做啦！你这么怎么做上去啊？对，赶紧别叫 boss。爱有名大有福气啦。原來是夢，阮昨仔朋友攏講哦，伊今日有時陣叫我愛牽你去行地毯。準備好。好，行。所了，要先一解解決，給你做哦。剛桃，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？可以。啊，我們不是公司，這樣也可以加保哦。可以。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？一點都不難，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，或透過電腦、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。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。繳費完成，保障生效。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。特別加保真便利，臨時上工好安心。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？我想當建築師，蓋很厲害的房子。我要當少年股神，投資賺很多錢。啊？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，穩賺不賠。這麼誇張？一定是詐騙！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組，不要隨便相信名牌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。什麼很賺？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，20%。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，報酬率高，風險也會很高哦。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，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？即使是家人推薦吶，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。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，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，小心金融剝削。保定準備好玩票大的了嗎？Let's go！ 沈大哥，等等，
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？115年起，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。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，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，還免費提供最新